后来乡亲啊有听过讲，这个虎头蜂会讲叮，但是这个虎头蜂竟然嘛会食人肉，这听都唔捌听过。保育总队一个小队长到水库去巡视，有一只虎头蜂跳入伊倒边的鱼仔，伊惊这个虎头蜂会甲叮，唔敢甲赶，就慢慢啊行入去室内。 静候5分钟久，然后趁机会用面巾甲虎头蜂甲掰掉。想袂到这个时阵，耳孔已经互这个虎头蜂夹掉一块肉咯，有够恐怖。专家讲，可能是入冬了后找无食，这个虎头蜂才会误甲人的鱼仔当作是昆虫甲夹落去。 一只大只的虎头蜂停伫咧小队长的倒边耳仔，小队长烦恼确定，慢慢啊行入去房间，尾啊用面巾甲虎头蜂伸落来泡死。不过伊的耳仔已经叫虎头蜂夹一块肉落来。当下我不敢打它，我怕打下去它就直接蛰下去，我就镇静的等它咬到差不多了，自动飞走，我才把它打下来。 现场的小队长当时伫咧德基水库巡逻，所以听到蜂的声音，尾啊虎头蜂停伫咧耳仔，尾尖搁搭伫咧伊的面。小队长伫咧人面前铺文，讲虎头蜂夹5分钟，搁食一块肉落来，真侪人拢惊到，搁有人怀疑敢是要伫咧伊的耳仔内底做秀。含猎蜂20多年的专家，嘛是头一摆听到虎头蜂会讲夹。 停在你上面，你就往反方向离开它的视力范围。拍打它会不会被它叮？有可能叮的伤害比较大。如果说它有过敏体质的话，叮下去之后，你如果没有及时去医院的话，那个过敏反应会比较大一些。 专家研判，可能是到寒天找无食的虎头蜂，才会无细力甲人的耳仔当作虫咧夹。消防局提醒民众去山顶衫裤湿水，莫穿烧花，搁有莫溼芳水。若是拄到虎头蜂，爱静落来，紧离开现场。